前2天南部落大雨，地处高屏溪变落，住来水公司有先对南化水库逐工调30万吨的水来支援高雄的用水，目前是无欠水的问题。因那这雨落甲遮尔大阵，伫屏东车头嘛传出咧漏水的灾情。错漏的水还有土山，为高雄屏东山区流向高屏溪南部县经过，一晚2天明显落雨了后，原水路途为平常时的300到400 NTU， 增加到100 NTU， 甚至个要超过这数值。所测得到的大概就是300到400 NTU。那在昨天晚上，最大的一个泥沙浓度有到达16000 NTU。高屏溪南部县管理中心表示，原水路途超过1000 NTU， 就利用透过浮流水来透布。后小等水头好天，路途有希望降低。不过高雄无大型水库，拢爱靠高屏溪南部沿。水公司七区管理处表示，目前原水路途超过处理上限，会调用南华水库提供30万吨原水来支援。依这个水量，再加上高雄地区的自有的地下水，还有浮流水，还有我们的水库的这个因应，可以满足高雄地区的这个用水。自来水公司表示，目前高雄供水无问题，民众免烦恼。不过这一摆落雨，然后屏东车头站内落小雨，可能不够完善之类的，需要改进。水位天棚地落来边个放水桶接水，民众车子翕到画面。过一天中会现场已经无漏水，其他所在各有涉水，这已经是老问题。疑似是结构设计所造成的，不过这个进程代替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